要接受洗礼、信仰告别，伊就是坚信的。主，你甲因三甲伫地，坚固因的信心，互阮会当有好的教会生活，帮助这新进入教会的兄弟姊妹，会当去体验上帝的疼，会当甲阮手牵手，共同奔走天路。是阮的主啊，我也特别将阮的心爱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保守一切，有执政的会当尽力，互百姓安居乐业，互做民意代表的会当图谋百姓的福利。也互台湾的正教会真真正正会当因为接受你交代阮的使命，互人得到福气。我们将这的荣耀蒙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大能的圣手亲自引带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咱这时要来念圣诗67首，我心学了上帝，我心学了上帝，请起立来念全首。咱这时依然徛咧，也未用许多圣经来个别人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为圣心到来，伊为在世上马利亚出世，伊为了我们来生活，定是的信来做人物，会使你印象永过，就你那最全的上帝话语，你为了大家希望我大家希望，我信圣经，我希望我们教会是我的生活最下面有配合另外的话语。阿门。请坐。咱这时要下头来祈祷，慈悲听从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正信的兄弟，用感谢入你的门，用恶乐入你的院，
感谢你伫12架顶牺牲你的性命，成做挽回者，互阮会当白白来领受你的恩典，成做你蒙阮的儿女。阮本应该伫阮的生活现场来做好的见证，透过阮的好所行来引带人来明白你。阮却是该做的好无去做，无应该做的歹偏偏去行。但阮谦卑来到你面前，要来认罪。上帝啊，你所爱者，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求你来赦免阮的过失，互阮会当坦然无惊，搁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领受你的恩典。亲爱的主，你讲，你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照着你，无人会当到爸遐去。今早起有侪个人，因为你的救赎，因欢喜伫人甲上帝你的面前行洗礼、顶头生，照着你的救恩进入上帝国。成做你蒙恩的儿女，归入相连属灵的大家庭。愿守守仰望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项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宽容得到满满的愿望，互咱将来伫牧师团教导甲训练之下，成做上帝国的精兵。斗阵来参与，一人一小组，一人一服侍，一人带一人，继续为着上帝国来打拼，互相连真真正正成为一个以宣教牧养为导向的教会。主啊，阮即时嘛要为阮所敬敬的蔡牧师来祈祷，求你的圣神充满伊，互伊传讲上帝你的话语的时，带来安慰、医治、甲透放的快乐，也恳求你的圣神充满阮、更新阮，拍开阮属灵的耳孔，互阮听到宣教的使者的信息的时，搁一遍点到复兴的火伫阮的教会，互阮嘛会当成做现代宣教的使者，互阮的生命会当成做福音的出口，无论伫三支分堂还是本堂，甚至伫新增分堂，主啊，阮拢愿意家己献上，会当引带各来这人来认捌你。主，阮感谢你，阮要用阮的一生来荣光主你的名。主啊，阮来祈祷也是无完全，只是要用主教示阮的主祷文同声来祈祷。时来启用面19篇，第4篇95篇，圣诗后面的第29页，我来启会众来引。来啊，咱就用耶和华唱歌。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属伫伊是创造的。来啊，咱就集中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听伊的声，震动伊恁的心。
咱即时圣大队要用阮的心神安歇伫你遐来学咱的上帝。感谢圣歌队用遮水的诗歌，带咱来学了上帝，将一切荣耀归于主。咱即时要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马可福音第8章34节，另外一个所在是伫哥林多前书9章19到23节。我即时要用台语现代台语一本来读。马可福音8章34节。然后耶稣甲众人甲门徒叫我来，对因讲：要缀我的人，就完全否定家己，拿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
接续伫哥林多前书9章19到23节，我是自由的人，无受人的束缚，毋过为着要得到较侪人来信主，我诚做正人的奴仆。对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是为着要得到犹太人。虽然我无受摩西的律法的拘束，却做律法下的人。是要为着得到律法下的人。21节，对律法外的人，我就做律法外的人，是为着要得到律法外的人。安尼，毋是讲我无遵守上帝律法，其实我是受基督律法约束的人。对信心软弱的人，我诚做软弱，是为着要得到软弱的人。对倒一款人，我就做迄款人。用逐款的方法，通加救一寡人。我做这个，拢是为着福音，目的就是要甲人分享福音。今仔日本堂的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宣教的使者第一讲。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愿上帝祝听伊话，佮召咱去行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要进入教会系列的另外一个讲题。咱进前有，咱对旧年底开始就有讲过教会的系列。咱讲过教会应该亲像心灵的病院，应该亲像主内家庭，应该亲像见证的团体。教会应该是信仰的学校，教会应该是荣耀敬拜的圣殿。今日咱要来分享教会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就是教会应该是宣教的使者。咱会对台湾过去的宣教师的精神开始来学习，然后再来思考咱伫今日咱的责任。免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常常透过你的话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更较明白你的心意，会当照你的心意去行。这是我们听叹你的话，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年是咱双林教会111周年的纪念。牧师认为讲，咱应该爱利用这纪念性的日子来思考、来反省咱的宣教事工。咱今年嘛有3个真重要的目标，就是一人一服侍，一人一小组，一人带一人。咱对旧年开始，就希望会当通过这活动，一方面感谢上帝。伫过去的日子的带领，咱会看见着真侪宣教师，咱旧年咱特别用吴威廉牧师甲伊的牧师娘吴玛丽牧师娘来纪念。另外一方面，咱也办真侪无共款的活动，来思考咱本身的使命。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希望讲，咱会通来想起讲。当初时，宣教师为什么要伫遮设立双林教会？为什么教会被设立的目的是安怎？咱毋通忘记遮个目的。咱今日有真好的场所会当组织，咱有真侪无共款的活动，会当享受遮个团契的生活。但是绝对毋通忘记这上帝交代咱宣教的使命。希望透过这系列的讲道，会通甲大家做伙来思考，咱安怎将宣教师所交代互咱的宣教精神继续延续落去，将宣教的事工会通继续延续落去。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其实我咧读这个早期宣教师的记录的时阵，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
就是这宣教师，因拢是跟对耶稣基督的脚链来行。那亲像保罗先生对哥林多教会信徒所讲的：“你哋来学我，亲像我学基督同款。”所以，咱只要跟对这个宣教师的脚链行，学伊的款式，其实就是学耶稣基督的款式。所以今早起，咱要透过所读的经文来学习，当初是因献身宣教的精神。牧师要起来要甲大家分享4个精神。后礼拜咱来继续沿线这来分享。第一项，咱看见着早期宣教师因的脚链中间，因的一个真重要的献身精神，就是舍己，就是弃杀家己啊！咱看无家己，咱家己，咱今日所读的第一段经文，马可第8章34节，这是耶稣对伊的学生，所有要跟对伊的人，一个真恳切的呼召。伊对因讲：如果若有人要跟对我，就爱弃杀家己，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这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就是咱的责任啦，就是真正有一项代志，咱来学习的，就是弃杀家己。咱今日所读的现代台语译本翻译做完全否定家己，但是牧师感觉巴克的牧师翻译的版本翻译了真好，叫做看无家己啦，都要先看无家己。意思就是讲，先爱忽略家己的需要，爱去注意别人的需要，超过家己的需要。咱知影，咱一般人拢是用自我做中心，人性就是自我做中心嘛。举一个例来讲，咱若咧看相片的时阵，团体的相片的时阵，那咱有伫内底咱一定会先找讲我伫倒位，然后咱安怎判断讲这张相片翕了有好无？就是讲看咱家己翕了有水无？别人不要紧，那家己翕了真水，哇，这张相片翕了赞，好翕。若翕了家己目睭揢起来，还是讲嘴歪歪，哇，这张相片黑白翕，伊无咧管别人有水无啦。咱拢是管家己啊，因为咱是自我做中心嘛，这是咱的人性啦。这毋是毋对啦，但是过头用自我做中心就会变得自私啦。耶稣伫遮对咱提出一个真重要的挑战，对咱的人性提出一个挑战。伊要求跟对伊的人爱安怎？爱看无家己啊！爱先去看别人的需要，较慢看家己的需要。就是爱掠别人的需要做重要，爱掠家己的需要做次要，甚至无需要。咱伫回顾台湾的宣教历史中间，咱真正爱感谢上帝。伊过去所差遣到台湾的宣教师，就是咱信仰的前辈，咱台湾福音的开拓者。如果若工作影响真深的，全部拢是带有耶稣基督、舍己、看无家己印记的福音使者。咱看马雅各，咱看马偕，看吴威廉，看巴克勒，看兰大必，这真济，够真济，咱甚至连伊的名咱都念袂出来。这宣教师拢是这款的人，咱会知影，伊毋是讲因伫因的国家找无头路，甲走来咱台湾服侍，毋是安尼哦。因伫因的国家，伫当时代，拢是相当杰出的人，拢是精英分子。因若要伫因的国家发展，每一项拢会当有真有成就。但是因甘愿弃杀遮，
为着台湾人的信仰甲灵魂的得救，因愿意放弃因伫故乡会当发展的成就，来到这个当时阵人看做是落后、偏远、未开发的国度台湾来宣扬福音。咱也知影当时阵的旅行的条件是非常无好，毋是像咱今仔买一张机票、买一张车票，要去倒位就去倒位，毋是安尼。当时阵对国外来到台湾爱坐船，坐船爱冒真大的风险，甚至有真侪宣教师还未来到咱台湾，伫这旅途中间就宣教。来到台湾，真无简单。来到台湾，爱学习新的语言，爱适应台湾的气候，爱适应台湾的文化，甚至佫爱接受台湾人无情的拒绝，甚至凌辱、侮辱。但是因为着主，却愿意安尼行，这就是看无家己嘛。看见台湾人的福音的需要，伊看台湾人做宝贵。今日咱会当接受这个福音，会当得救，会当领受这么大的恩典，就是这群人因愿意牺牲，看无家己所带予咱的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延续这款的精神。咱若愿意为着别人做一点仔牺牲，会当带一个人来信主，这是对别人上介好的祝福。咱毋通放弃这款的精神，咱毋通讲咱伫团契内底都真好，享受团契的生活足好的。我的朋友有得救无得救袂要紧，迄是伊家己的选择。其实咱若更较认真淡薄无一定上帝感动伊就会信主。所以这牧师期待咱大家爱有这款的精神。第二项，所有这前辈因的脚领有一项真重要，就是谦卑认同。因认同这个所在，亲像保罗所讲的，伊讲：我想做上帝的奴仆，我着甲犹太人做伙工作的时阵，我着亲像犹太人，为着要争取犹太人，我甲律法以外，就是讲这外国人，毋是犹太人的人做伙，我着亲像因同款，为着要争取因。我伫信心软弱的人中间，我着做软弱的人，为着要争取因。所以伫什么款的人中间，我着做什么款的人。伫遮保罗毋是讲伊咧做代志无原则，毋是安尼。伊的唯一的原则就是伊要救人啊。所以伊为着福音的工作，伊做这种认同的人，伊为着要向人传福音，伊认同这个人。请做这人的朋友，实际上这就是咧学耶稣嘛。耶稣就是安尼嘛。耶稣本来是高高在上的上帝，但是因为伊要救人，伊就道成肉体，对上帝变做人，做咱的兄弟，住伫咱的中间，来向咱显明上帝的疼。咱看见着伫台湾的宣教师。因来到台湾，因就是用台湾人做骄傲，家己称家己做台湾人。咱知影其实福音来到台湾已经400冬，第一遍荷兰时代来的时阵迄个时阵较无迄个想法，因想要啦，这个信仰带来台湾，但是因来到教会中间，嘛是用因传统的伫。因的国家的方式咧带领台湾人，所以第一遍介绍无偌成功。虽然伊有留落一寡即平埔原住民的一寡文献甲语言，但是因无完全在地化。但是第二遍宣教来，这宣教师
因来到台湾，因就是将家己当作是台湾人，学台湾的语言。我过去捌甲大家分享过的梅甘牧师，你若献开圣诗，伊写的圣诗，用台湾话所写的圣诗，伊的台湾话可能比咱大多数的人拢较好。伊若见人咧甲人讲话的时阵，甲台湾人讲话的时阵，伊拢讲咱台湾人。因来台湾，就是用咱会当明白的语言，用咱会当接受的方式来传福音。因无了家己国家的文明比咱较悬，就骄傲，就看袂起台湾。这就是咱的学习的。咱今日咧讲宣教，咱来去思考，咱敢是真正去认同，甲咱做伙徛起伫即个台湾的台湾同胞，咱敢有将伊当作家己厝内底的人咧关心甲爱护。我讲一个故事互大家听。咱知影咱台北医生，因厝里2代，拢伫台湾做医生，来照顾台湾人。咱台北医生伊的囝，咱台位细汉的时阵，参加教会主日学。有一天，这大男医生就发觉讲，因囝参加主日学，较囡仔较减较少，就去问主日学老师，讲这囡仔拢无来。伊讲这囡仔一来家己感觉歹势，因为因拢穿衬拖，袂通遮脚来。因为咱台湾迄个时阵经济环境无好嘛，要穿皮的足少嘛。讲全部恁后生咱台北穿皮的啦。所以大家就感觉歹势，我感觉讲这高尚的所在甲阮无共款，所以歹势来。对迄天开始，咱台北医生就甲因囝讲，以后你去主日学不准穿鞋无你就穿衬拖去。所以听讲迄个咱台位医生伊的骹的迄个骹旁足宽，拢穿衬拖拢安尼变得真宽。这其实是一个细节啦，就是讲真认同这个所在。既然我有这个条件，我会当穿皮的，但是其他人无这个条件嘛。当然，咱今仔经济较好，大家应该爱穿比早较来教会。但迄个时阵无可能嘛，伊就要求伊的囡仔爱甲其他囡仔平等相共。所以这是一个细节，但是咱能看出这宣教师因怎样认同这个所在，甚至到伊老的时阵伊等于伊的国家底下请人来照顾。咧照顾伊的人，当然是因的国家的人嘛。有一天伊起来，因的囡仔讲：“恁老爸毋知最近拢咧念啥，念一寡。”讲迄话我听无，叫因囝去听，原来伊是咧讲台湾话，所以到老爷咧上台湾，讲台湾话，所以亲爱兄弟，因就是遐尼认同。咱今仔日毋通家己关伫教会内底，无去关心教会外面的人。第三项。我需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因拢是尽力咧宣教。拄则保罗讲，无论用啥物方法，我总是爱救一寡人。我为着福音的缘故做这个代志，目的就是甲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咱看见着伊对福音的事工的忠诚。甲尽力，伊为着要将福音传出去，为着要互人得救，为着要救一寡人，伊会当用各种方式，伊会当相对的方式，甚至屈价家己，为着要互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伊尽力的工作。伫圣经中，咱看见着耶稣就是
尽力服侍的人嘛。咱若看马可福音书第3章20节，咱看见着耶稣为着要传福音，连饭都袂去去食，只要食饭的时间，都还咧传福音。甚至伊的亲戚朋友，别人拢掠做伊掠狂，掠做伊取笑。伊就是用这款精神咧服侍。所以军队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安尼对伊啊，拢是尽力。咱这宣教书嘛是拢是尽力。我过去捌伫台南圣人院有一个宣教中心服侍，我咧读即个早期巴克的牧师的文献的时阵，我甲巴克的牧师吼，伫历史的记录中间讲，伊会定期吼去巡视伊过去所建立的教会，这是差不多拢是台南市吼。东平山区的所在，一寡平埔族的原住民的教，伊设立的。设立这个教会了，伊就爱定期去巡。当时阵的交通毋是咱像咱今仔日遐尔方便，开车可能对台南市市区开到遐个所在，开到左镇，开到中山，开到公安那，可能40分钟、1点钟的时间就会当到。当时阵出门吼，若较好野就是坐轿，若普通人就是用行的。所以巴克的牧师吼，拢是用行的，行去这山区的教会去巡，巡这教会去照顾这教会。我有去来查吼，这咱行爱行偌久？咱今仔这是。拢已经铺真好的路啊！古早的路无亲像遮尔好，咱今日来用今仔日的路程我有去来查啦这 Google 甲我讲的讲若对台南圣人院开始用行的行到中山教会啦迄山区的一个教会，爱行22公里啦爱行6点钟过44分钟。巴克的牧师伊人较悬，脚较长，所以行较紧淡薄但是爱行真久然后毋是一间教会尔，伊阁爱行去迄个，譬如讲公安那教会，行去左镇教会，甚至爱行去到搬过一个山，行过到高雄的木沙教会，就是安尼去巡教会。拢是用行的，我就想讲，爱来互遮个新学生去体验因的过去的努力，所以我就办一个活动，互遮学生有若行这个巴克的牧师伊行过的脚链。当然我若知啦，即摆新学生你要叫伊对台南市行到中山教会行6、7点钟是可能行一天行袂了啦所以我就用游览车但载伊到中山教会，见对中山教会行伊到公安那教会就好。这6公里外，爱行普通人可能爱行差不多1外钟到2点钟啦。因为伊迄是山路啦即摆路阁真好我去来访问遐古早遐较老辈因讲因过去若要行去到公安那，就爱撩过溪啊，搁爱爬山等等遮的，搁较真歹行但是即摆拢有路通好行，我就办讲互因行我惊因讲行袂了，所以我搁开一台福音车伫路里那咧顺人迄行袂去的，就是边仔咧喘的来载一段。我家己本身也行过几6遍，确实是真辛苦。但是行到遐个时阵遐学生就是入去教会内底吹冷气，牧师来介绍教会历史。但是早期的宣教师毋是呢，行了去到迄个所在，就马上礼拜，讲道，因为迄个所在无专职的牧师嘛，传授圣餐，下早一场礼拜。下晡一场礼拜，休困到暗时休困一下，
第二天佫行去公安那，行去目沙，行去左镇，继续安尼去巡。为着要哪？要维持这信徒的信仰，互因毋通惊歪出去。所以早期的宣教师就是遮尔认真啊。咱嘛听过马甲的故事，伊认真到落尾，要过身之前还咧讲课，还咧教学生。所以因遐尼尽力，咱今仔日咧，咱讲要叫人传福音，拢行袂出去。要人传福音，可能人小可人讲我无爱听，你着放弃啊。早期的宣教师毋是安尼啊，拢是真力的工作。最后，今仔日的最后，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真重要的元素。咱拄则讲过看无家己，有讲过谦卑认同，有讲过尽力。为什么因会当安尼做？就是因充满疼心。要咱拥有这个性质，就是因为因真正疼上帝，真正疼咱台湾。因愿意为着这个所在来献上因所有。咱知影真济伫东部献身的迄个对瑞士来的。巴士差会来一寡宣教师，因来到台湾，就一世人拢无回去因的厝，无法度见因的老爸老母、因的亲戚朋友，一世人就是踮伫即个所在，做咱台湾人，为咱台湾人服侍，死伫遮，葬伫遮，比咱台湾人较疼台湾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就是爱充满疼。我要甲大家分享最前几天较过身的，这个彭蒙慧老师，宣教师，伊98岁过身。伊最后的时阵，伊伫台湾服侍70天。伊最后的时阵有录一段。对咱台湾人讲的话，咱大家人拢爱听。我来自是西雅图，而且我已经在台湾70多年，我没有想到年纪过得那么快。但是我已经教英文，在空中可以教60年，教英文跟音乐。我希望台湾人多了解这个全世界，所以我们可以帮忙世界一点的，所以我就留在这里帮忙。那么我也希望教会有继续到别的地方去传扬神的话，后来变成台湾也是一个好像跨文化的一个国家，台湾也是可以变成一个贵族做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我留在这里，希望你们加油，我在帮助你们，我还是很爱你们，谢谢。咱看记着，伊对咱台湾人的期待，伊讲伊伫遮服侍70天，就专心做一件代志，教咱台湾人英文。为什么伊感觉台湾是一个有潜力的国家，会当祝福其他的人？伊爱咱做宣教的活动，用这款的疼心去服侍全世界的人。一个98岁的人，伫遮服侍到事业的尽忠咧服侍，遐尼疼咱台湾人，对咱台湾人嘛有期待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即个遮尔侪先辈的脚掠下面，亲像希伯来书12章第1节所讲的，既然咱有遮尔侪见证人，亲像云彩同款，围绕伫咱身躯边，咱应该排除一切的阻碍，甲咱的罪，
坚持点来奔走咱头前的路站。咱少年教会到这111档，未来还阁有真侪时间，会当继续延续落去。毋通袂记这些宣教师因的精神，因看无家己，因认同这个所在，尽心尽力，真正听这个所在。咱毋通做信仰的了尾仔囝，咱来尽咱的开力，将福音传出去。所以，咱徛踮伫遮个前辈的脚链后壁，咱来认真来反省，咱要安怎对遮个信仰前辈因遮尔水的脚链来进前，互万民归主。牧师团要推动一个叫做生命树的计划。咱看头前才有一丛树，这毋是讲圣诞树提早搬出来，阮来称作生命树。这生命树就是要鼓励咱所有兄弟姊妹，咱回去，咱先思考一礼拜，互你想，你的亲戚朋友中间，有人还未信主的，你平常是较咧接触的人中间，有人还未认捌耶稣的，你若对伊有负担的，牧师后礼拜会分互人，你来当来摕一张即个卡，这卡片顶面会写讲，我愿意带领，某物人你爱家己写，认捌耶稣。爱讲认捌即个信仰，不要爱签你家己的名，你毋通签别人的名，要签你家己的名然后交互咱的同工会将伊挂伫树顶。咱伫每一礼拜，拢会为着大家来祈祷，互上帝为你开路，互你有机会甲遮个人接触，互你有方法来鼓励。来传福音。咱另外，伫10月初5，咱也有一个新朋友时间的训练，就是安怎对别人传福音。10月初6以及10月13，咱有会办叫做关系报道的训练会，这是礼拜日你若做第3场礼拜，你就9点来上；你若做第2场礼拜，你就10点半落去上。咱的牧师会带咱安怎去透过关系来对别人讲福音，互你有机会甲别人接触，中间去传福音，然后最后邀请因伫12月初7，咱来办一个福音大会，咱来请张文亮教授来甲咱分享，咱会特别请伊甲咱讲基础的福音，帮咱遮的咱的朋友。会当更较认捌上帝。我希望迄一天咱教会当充满无得有，咱着尽力为主来做这项代志。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咱来看两个见证，两个见证。大家好，我是郭嘉瑞，然后我是一个从小就在这边长大的一个小孩，然后从我阿公郭建玉到现在，就是一家人都在教会里，然后参加各种服事，然后也在高中小组里面有很多活动。高中的时候参加暑假的营会，然后就是我们当时一大群人在敬拜，然后当下那个主领者跟我们说要享受在当下，跟神单独来对话，因为那时候遇到课业压力，还有同侪一些压力的困扰下，就是我向神祷告，然后恳求他保护我，然后当下就很感动，觉得神有在一直看顾我，我就是他那个最珍贵的小孩。就是在教会中有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觉得最让我感受强烈，然后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在敬拜时的莫凯威哥哥，然后以及在高中小组带领我们一起各种活动，然后读经，还有一些敬拜的秀慧姐，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习到很多如何领导，然后如何带领大家一起敬拜的那种感觉。希望可以排出时间，然后花更多的时间跟神讲话、祷告，然后是每天花一点点时间读经，然后也可以在教会里参与很多服事，像是夏季学校或是一些拉琴的服事。感谢上帝让我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中继续成长。我叫陈丽文，之前是参加线上礼拜，因为疫情的关系，那疫情结束之后，想要找一个可以固定实体的教会。其实我刚开始在寻找教会的时候，我到过很多的不同的教会，可是因为我带着小孩的关系，那我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自己可以服侍，然后孩子也可以在教会快乐成长、接受主的恩典的地方。我在寻找教会的时候，帮我受洗的牧师他有推荐我几个他觉得还不错的教会。因为我想要找到一个家的感觉，所以他必须要符合我的需求跟孩子的需求。其他教会目前可能比较有落差。那双联教会除了说这方面我觉得是蛮完美的契合我的要求以外，还有就是因为我在台神上课，所以台神上课其实有很多活动都会在双联教会举办。那到双联教会之后，比较有家的感觉。那我的孩子在这边也跟大家相处得很好。一开始我其实是想找一个小组，没有特定，然后我想要找一个小组，那希望是可以跟孩子的时间配合，因为国中的小朋友他们的时间是10点到12点，那我尽量希望可以跟孩子是一样的时间，所以我就有问了一些姐妹，然后帮我介绍，然后就到文贤哥的这个小组，然后到小组之后，大概了解一下相关的服事的状况之后，我就决定要参与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可以帮助盲朋友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服事盲朋友，或是服事一些年老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朋友，都是一样的，只不过盲朋友他们的眼睛比较不方便，所以可能需要多一份的细心跟耐心。因为我的孩子现在在青少的团契过得很愉快，那我觉得这样子很棒，就是让他继续靠近主，然后希望他可以在这边固定的聚会，然后慢慢成长，在主的恩典之下，我觉得这样子很棒。那我就觉得好像感觉就是这里了，这就是家的感觉，所以就决定留在这里。其实咱看到这个见证，我相信大家一定清楚的讲，在咱生命中间一定有一寡咱的朋友、咱的时代、咱的长辈，还是讲其他的人，对咱的生命有影响，因才会当明白这个信仰，然后伫圣神的感动下面，因家己愿意接受这个信仰，因就是圣神的感动下面上帝亲自接纳因所以。咱会当做这个桥梁，真做一个宣教的使者来帮助因。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听你的话，求主赐阮信心甲开力，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真做别人的祝福。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这时要阁三个吟圣诗212首，咱人既然带做出世，咱人既然带做出世，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咱就是用备办心来继续，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请。会众请起立，咱来感谢。慈悲听从阮的主，阮上帝，阮感谢你，使阮教业遮清盈，嘛使阮身体健康、灵魂精英，会当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阮若要献上阮一寡淡薄的金钱，阮较较紧要向上献上阮的一生，亲像今仔牧师咧讲的，阮要诚做现代的宣教使者。来讲传你福音，求主你感纳阮所献的，阮安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请坐。接下来圣礼典，由主任牧师来处理。我来给你用水。咱请要接受洗礼的兄姐吼，伊个信仰个别的兄姐来到头前。
才有黄旭琪姊妹、吴大碧兄弟，小隔壁有3位吼。苏美姊妹、李清凤姊妹、甲蔡美芬姊妹。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还未就是天的大声又讲。天顶地的权拢总互我，所以因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教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的时，彼得传福音对听伊的人有安尼讲：恁着悔改。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教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行行顺顺，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了主，咱的上帝所要呼召的。所以，亲像迄时彼得对叫人着悔改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所以我也要对徛伫上帝甲众人面前的恁，安尼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悔改，搁白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今仔日即个圣礼典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结连伫耶稣基督。即个时阵。要来行洗礼进前，恁来回答牧师所问恁几个问题，来告白恁的信仰。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你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挖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恁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无？这时阵要来行洗礼，会众请起立。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我代表，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佮愿恁的神、甲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常年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成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加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遮尔大的恩典，用今仔日的圣礼典接入你的囝儿甲查某囝进入你的教会，求主赐福予因，用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坚固因。也用恩典赏赐因，互因会当结连伫基督，来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主啊，当因拄着试探的时，求你保护因，互因会当精进信仰好的精进。也求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
互因会当一世人来服侍你。亲爱的主，我也感谢你，我们透过今仔日这个圣礼典，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坚固阮的信心，也让一世人跟对你。我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会众请坐。咱这个时阵要请教会牧师甲现任的小会员来握手，来代表接纳这受洗礼者。欢迎，恭喜恭喜！可以。准备一个礼物要赠送给阿姨。弟兄咱教会有一位特别的友姊兄弟哈，因夫妇有制作手工做的这物件，要来赠送伊。贵姓？我姓曾，曾兄弟哈。玉琴，你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这种纯手工做的啦吼，这样的吼，感谢。要感谢这曾兄弟吼，好，请恁向后转吼，牧师来简单介绍一下，向后转来。牧师对我的正手边这边来介绍吼，咧介绍的时阵吼，请伊的亲人朋友，也是讲伊的小组员，佮捌伊的兄弟姊妹吼，会当起立，互咱做伙欢迎吼。第一位是黄旭琪姊妹。请坐。第二位是吴大碧兄弟。麻烦有查经班哈，好欢迎。来位第三位是黄须美姐妹哈，欢迎。来是李千红姊妹。是讲潘成龙的迄个太太哈，伊即摆有咧抒琴哈。来位是蔡美芬姊妹，那是男朋友查经班哈。好，咱请引请回座哈，咱要来进行小礼洗礼啊。来，请爸爸妈妈带咱的细囝来到头前。
咱看见圣经中间有人讲，有记载讲，有人带细囝来就问耶稣，要予伊蒙伊。学生接鼻因，耶稣看见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来就问我，无伫今面，因为上帝国是适合人的。我实实甲恁讲，既然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大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也无明白这个代志，犹原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稳定的约的好的。上帝用洗礼引带因来做上帝厝内的囝儿，互伊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这时阵咱看见着细囝的父母带伊的细囝要来受洗礼，恁着伫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回答牧师所问恁的。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挖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教示恁的细囝，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你有要安尼行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会当守这个约。这时阵，会众请起立。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咱这个时阵，牧师来宣告：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培传会员，有份伫新的约的稳定。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作证，也三甲分摊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伊领受坚信的。愿上帝亲自祝福、保守、看顾这细囝的家庭。互因会当坚持即款的信仰，直到落尾。阿门。咱三个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细囝，引带伊的身躯甲灵魂，求你甲伊的老爸老母念主甲教会三个伫地，互因保守、看顾。为家成长的过程，互伊得到真实的信仰的培养。求你帮助为家经过做细囝的时期，求伊脱离少年的有隙，直到成人的时阵，会当家己告别家己的信仰，会当坚持到落尾。亲爱的主，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捌伫拿撒勒过世间的家庭生活。愿求你祝福看顾这个细囝的家庭，求你互因有智慧，保守看顾因，互因既然照顾伊的长辈，拢会当用温柔的心来照顾伊，通互伊伫你的听内面成长。愿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会众请坐，恁向后转。要赠送礼物哈！来，回家，好，恭喜。回家嘛是有，嘛是有一个小礼物，向后转。牧师来介绍回家甲伊的父母念主甲教会。因的亲人请起立，互大家拍无啊！感谢主咱拄则伫伊受洗礼的时阵咱拢有回应阿门对无所以咱对伊的成长的信仰拢有责任
请大家爱照顾咱教会所有的细囝，像咧照顾家己的细囝同款。吼，多谢。吼，像会做。我有人要来介绍，今仔日就是咱共长老教会转会戚来到咱教会迄个庆辉兄吼，吴庆辉弟兄吼。咱接下要来报告，今仔新生的兄弟吼，诚做属灵的大家庭内底一份子，咱会邀请你甲你带来亲情朋友，伫咱九楼的联谊厅，咱所在有准备餐会，要来接待恁，请恁等下会当去迄个所在。本会会友就是蔡文典长老的老爸爸蔡胜利兄弟弟，7月30日按了追怀，已经伫8月10日举行告别礼拜。感谢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嘱。咱侪时间拢记载伫周报的所在，请咱提等于关心甲代祷。咱接下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我来介绍今仔第一遍来甲咱这位敬拜兄弟吼，叫一个黄淑美姊妹，一起的朋友一起的朋友欢迎今仔到第一遍来，甲咱中间无介绍到，毋知有请欢迎咱的新朋友，等当去甲咱的贵宾席，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会场咱请起立来吟诵会诗，然后请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庙道谢阮恭受差遣。